今日我哋傾下2025年嘅男裝時裝周，估下發生咩事？男裝嘅女性化風格佔領咗展台，以多元嘅方式重新定義男裝。呢個唔單止係風格上嘅轉變，而係一種文化嘅變革，挑戰傳統嘅規範，同埋擁抱個性。想知道有乜嘢新意思？而家開始啦！糖果色嘅外套，玩味十足嘅藝術感印花，學院風嘅街頭服飾，加上女性化嘅配飾，營造出柔和但搶眼嘅感覺。淡雅嘅修身條紋西裝，配搭領呔嘅型格皮褸，帶有立體花卉配飾嘅貼身長褸，營造出精緻又有玩味嘅敘事風格。水墨感覺嘅花花間棉褸，黑白碎花圖案大褸，帶有花花貼布裝飾嘅西裝，將時尚感嘅花花同男裝完美融合。無拘無束嘅裙褲，大型花卉圖案，柔和色調配搭可愛嘅包包，模糊咗性別嘅界限，營造出浪漫又型格嘅美學風格。巧妙嘅垂墜層次，大型嘅日系圖案，時尚感嘅和服輪廓，以及玩味十足嘅配飾，營造出強烈嘅日本風情。色彩鮮豔又富藝術感嘅連帽外套，薑黃色羽絨褸配同色鴨嘴帽連圍巾，巧妙設計嘅多功能撞色羽絨服，滿足熱愛運動及追求細節嘅時尚達人。帶有拼貼裝飾嘅超大碼皮草大衣，矜貴嘅紙雕皮草拼貼，野性嘅長毛披風，營造出一種粗獷而奢華嘅冬季力量感。你最鍾意邊個設計呢？請留言話俾我知啊！多謝晒。